年好多朋友都問投資移民應該揀澳洲定係紐西蘭呢？今次我哋特別邀請澳洲執業移民律師 Richard Wong 聯同我，紐西蘭同澳洲持牌移民顧問 Don Chan 為大家深入剖析2026年澳紐兩地正式進入搶專才、創業同投資移民嘅新階段，政策更新頻繁帶嚟重大機遇。澳洲 NIV 國家創新簽證針對高技能人才，仲有更多州份陸續開放提名。紐西蘭 AIP 黃金簽證重點係投資產品配置，仲可以靈活成為登陸澳洲嘅跳板。最新嘅紐西蘭 BIV 商業投資簽證，我哋即將迎接佢正式推出，有望成為澳洲188簽證之後更佳嘅營商簽證選擇。我哋會分享點樣先可以由紐西蘭出發，逐步接軌澳洲，規劃更長遠嘅移民路線，仲會帶嚟多個真實案例，幫你避免常見誤區，清楚掌握申請流程同所需準備。參加講座嘅朋友更可以提早預約1對1免費專業評估，由持牌顧問同律師親自分析，幫你揾到最啱自己同家庭一步到位嘅方案。名額有限，記得即刻報名登記，先到先得。AI Migration Group 香港團隊專業為你解答澳洲同紐西蘭投資移民問題，期待喺現場見到你。